嘿，台湾的各位成熟男士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最懂你们，也最敢说真话的泰波妹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扎心，但又非常现实的话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网络上，尤其是大陆那边，关于大龄剩女后悔崩溃的讨论突然变得特别多。我今年33岁，硕士学历，优质大龄剩女，本来是不愁找对象，但是相亲的时候才发现，别人看的是年龄，看的是身体健康。33岁认识，起码35岁生孩子，相当于大龄产妇。之前有人说给我介绍个94年的小伙，对方觉得年龄不太合适，就是拒绝了。上周有人给我介绍了个40岁的，就简单聊了一下个人条件，对方就不回复了。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呀。今天星期六，就一直躺在出租屋发呆，也不知道干些什么。我以前的时候很喜欢出去社交，但是现在根本就不想动。大龄剩女的出路在哪儿呢？也没什么出路，要么单身，要么结婚，就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关键是这结不了啊，不知道怎么结，在哪儿呢？你关键得有人呐。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？我也不知道我现在适合什么样的。你多大？93年的。家里或者自己的情况怎么样？听一下。我体制内，我爸爸也是体制内，我妈妈已经退休了，县城有一套房，自己存款应该加上公积金有40个 W 吧，这样差不多。倒是够养老钱了。我就说，那或者说还有没有另外出路组团养老呢？姑娘可以考虑一下。那我适合什么样呢？我经历也不多，我只谈过一段嘛，就是没什么机会去接触男生，圈子太小，然后就是身边的女生，因为同性的朋友比较多，所以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单身的95年的也单身了好多年，还有92年单身的挺多的，但是就是找不到，人都挺好，但是就是找不到。找不到就是你要求高啊。我甚至还把自己的信息挂到了我们当地的那个相亲网上去了，但是现在会发现就是说正常人都找不到了，我就觉得找一个正常点，你不说别的，就是三观正常一点的都没有，就是觉得好难，就觉得是不是现在93年就现在的大龄剩女现在就已经没出路了，这种感觉就感觉挺迷茫的，现在就感觉你人脉资源不够，只能向下走。那如果说还有种可能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试着往外面考呢？你考出去就能找到了。你就感觉会不会能够就是认识的人稍微的会不会多那么一点点？我这么和你说，直播间那么多观众呢，他们找不到对象的原因，你觉得是他们不够优秀吗？我告诉你不是的，也是因为人脉资源遇不到人，跟你一样遇不到人呢。那怎么办？那我还是说就是说不断的去参加那种什么联谊啊，或者挂相亲网啊，还是那种只能这样了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公园里挂个牌牌，上面写好自己的条件呗。那你以为能怎么办呢，姑娘？方法就这么多方法，自己的兴趣爱好、父母、朋友、同事介绍，对吧？然后社交网络，就这么多方法。那你觉得我这种就适合什么类型的男生呢？就是目前来说，我这种。姑娘，你问这个问题，他没有必要，你知道吗？你又遇不到人，跟你说适合什么样的有什么意义？那如果说联谊活动的话，就是说去参加的话，那你觉得我应该去往哪方面去找呢？或者说我可以主动的去了解一下哪个类型的呢？理工男，偏理工科的男生会适合你点。我是一个45岁尚未成婚的女子，就在昨天，医生告知我，此生都再无生育孩子的可能了。今天呢，我想跟你说道我这糟心事。我如今已经45岁了，这个年纪在任何人的眼中都不再是年轻的姑娘了，可在我自己心里却总觉得还和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。回想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可谓是心高气傲，大学刚毕业就凭借自己的努力一路过关斩将，拼搏到了公司的高管职位，收入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，非常可观，是身边朋友和同事羡慕的对象。当时追求我的人相当的多，可我眼光太高，一个都没有看上。我心中所向往的爱情啊，一定是要那种轰轰烈烈、惊天动地的，绝不肯凑合。工作上我也是一心扑在事业上，一门心思的往上走。
我就盼着能做出一番大事业，就这么着，岁月匆匆的流逝，爱情却迟迟没有降临，事业倒是有了些许小成就，只是这婚姻大事也就被耽搁下来了。家人那边着急的不得了，频繁的给我安排相亲，可每次相亲都不如人意，不是对方三观跟我不合，就是性格不合我的意。我这人性格又倔强坚决，不肯将就，心里想着哪怕就是自己过一辈子也没什么，况且身边朋友谈起婚姻的时候，一个比一个恐惧，有的已经离婚了，有的不停地抱怨婚姻宛若一场噩梦。于是我也觉得不婚不育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。然而昨天去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，我这身体一直都欠佳，月经也总是不规律。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面色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大姐，你这种情况这辈子是无法生育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只感觉脑袋嗡的一下，整个人都懵了。我都不晓得自己是怎样走出医院大门的，就这么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，看到年轻的小两口牵着孩子，欢声笑语不断，我的心里那股难受的劲就别提了。我一直都憧憬着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家，有个可爱的孩子，可如今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。我不禁开始懊悔，当初为何那般的执拗，为何不早些找个人结婚呢？回到家中，我独自一人瘫坐在沙发上，泪水怎么也止不住。我想给父母打个电话，却又怕他们担忧，他们一直都盼着我成家立业，能抱上外孙，可现在我连生育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觉得自己特别亏欠他们，也辜负了自己。那些说单身潇洒自由的年轻人你们可真是太幼稚了。等你们老了，即便有钱有权有势，身边若是没有个伴，那孤独感能把你彻底打垮。虽说我现在生活还过得去，可最怕的就是老了卧病在床时，没人照料，想喝杯水都没人递，手术同意书都得找外人帮忙签字，护工再尽职也给不了你真心的陪伴，小狗再忠诚也有老气的一天。不过在哭完之后，我也渐渐的想通了，事已至此，后悔也无济于事，往后的日子还长，我不能就此消沉。没有孩子，我也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，我可以四处旅行，去领略世界的壮丽山河，我还能多学点新东西，充实自己的内心。说不定哪一天就能遇上那个真正懂我爱我的人。未来的路我还要靠自己好好的走下去。我没有生孩子的盼头，可我还有自己还有那些疼我爱我的家人与朋友。我必须振作起来，用心去生活，要让自己的后半生过得精彩。看着那些年轻人嘲笑婚姻，还说一个人多么的自在，我真想告诉他们，别以为这是玩笑，等你老了就知道选择不婚不育一个人过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这可是我用亲身经历换来的教训，人生路上有伴侣相伴才踏实。这是一位粉丝的投稿，我以第一人称分享出来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警示。大龄女生呢，这次是真的慌了，因为她们知道自己不得不进行选择了。现在00后已经开始进入到婚恋市场了，很多00后给我发消息说想找对象，你们知道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吗？我跟你们说他们不要很多彩礼，他们要在广州、深圳彩礼3-5万就够了，而且呢，不要车也不要房，他们说一起努力买就行。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讲的话，没有车没有房，女生怎么会跟你结婚呢？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，是90后、80后的观念了。00后的女生，她们根本不在乎这些。我是帆帆，祝你余生不孤单。泰波妹，我看遍了两性话题，我发现一个很残酷的规律。很多女人年轻的时候，尤其是20多岁、30出头的时候，个个都像骄傲的孔雀。她们条件不差，学历高，收入高，颜值也还行。她们那时候怎么说来着？她们说
我一个人过得很好，为什么要结婚？他们说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，我才不需要。他们高喊不婚主义、独立女性，觉得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进步、很清醒？但是各位大哥，时间是最公平的，也是最无情的。当这些骄傲的孔雀过了40岁，特别是45岁以后，他们真的还像当初说的那么潇洒吗？最近泰波妹就看到一个视频，真的是让人感触很深。这个视频里的主角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种典型的大陆黄金剩女。她住在上海的精华地段，有房有车，年薪搞不好比很多男人都高。年轻时追她的人那也是要排队的，但她呢，眼光高过天。这个太矮，那个太穷，这个没情趣，那个没文化。挑来挑去，挑到了42岁。结果她在视频里是哭着说出她的心里话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我们一起看视频。看完这个视频，相信大家就明白了。大家看完了，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？泰波妹，我看完啊，心里是五味杂陈。首先我得说，我同情她吗？有那么一点。一个女人在大城市打拼到这个位置，她一定吃了很多苦。但是各位大哥，我们成熟男人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。我常说一句话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他今天的崩溃和后悔是偶然的吗？不是，是他年轻时亲手为自己埋下的苦果。他哭着说后悔，那我们就要搞清楚他到底在后悔什么。你以为他后悔没嫁个有钱人吗？不，他自己就有钱。你以为他后悔没生个孩子吗？不，他可能觉得养孩子很烦。泰波妹告诉你们，她后悔的是那种人性最根本的恐惧，那就是孤独。你想想看，年轻时她可以跟闺蜜逛街、喝酒、蹦迪，很潇洒。但40岁以后呢，闺蜜们一个个都回归了家庭，有了老公孩子，谁还有空天天陪她？年轻时她生个小病，自己扛一扛就过去了。但40岁以后呢，身体机能下降了，万一哪天在家里摔一跤，或者突发心脏不适，谁能第一时间发现他？谁能给他倒一杯热水？他后悔的是那种逢年过节，别人一家团圆，儿孙满堂，而自己打开家门，只有一只猫在等他的凄凉感。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，是再多钱、再高的职位都填补不了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标题的后半句，也是今天最关键的问题。他们的后悔到底连累了谁？第一，他们连累了最爱他们的人，他们的父母。在台湾我们讲孝道，在大陆也一样，养儿防老。但对这些不婚的剩女来说，他们的父母到了七老八十，不仅没办法享受含饴衣丧的快乐，反而还要反过来替自己这个40多岁的女儿操心。父母敢老吗？敢生病吗？他们不敢。他们怕自己走了，女儿一个人在世上无依无靠。别的父母晚年是享福，他们的父母晚年是负重前行。你说这是不是一种连累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啃老。第二，他们连累了那些真心想过日子的好男人。泰波妹作为女人，我必须说句公道话，很多男人，尤其是我们台湾的成熟男士，你们要的其实真的很简单。你们要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女强人，回家对你颐指气使，你们要的是一个能跟你互相扶持的伴侣，是一个能把家当成家的女人。但是这些黄金剩女年轻时做了什么？她们被网络上那些有毒的女权思想洗脑了，她们把男人的体贴当成理所当然，把男人的付出当成天经地义。他们要的是无条件的服从和无限的物质满足，他们把好男人都吓跑了，也把整个婚恋市场的风气都带坏了。最后他们挑剩下了，又开始抱怨好男人都死光了。大哥，好男人不是死光了，
是被他们做光的。第三，他们连累最深的还是他们自己。他们错把青春当成了资本，以为这个资本永远不会贬值。他们错把挑剔当成了高贵，以为自己永远有选择的余地。结果呢，他们在最有价值的等的时候选择了待价而沽，最后把自己砸在了手里，变成了不良资产。泰波妹今天说这些不是要嘲笑谁，我是想提醒，尤其是提醒那些还在做梦的年轻女孩，也想告诉屏幕前的男士们，幸福从来不是等来的，也不是挑来的，而是经营来的。一个女人最大的智慧，不是她能赚多少钱，也不是她有多漂亮，而是她懂得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，是她懂得珍惜眼前人，是她懂得知足常乐。那些高喊不婚，最后集体崩溃的剩女，她们用自己的后悔，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课。这一课，泰波妹希望我们台湾的男人和女人们都能看懂。